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Win Win Channel，我係主持人黃啟聰 Manfred。咁今次要講嘅咧係一張嘅外語唱片。其實呢個曲種咧，大家都未必話太過喜歡聽或者太過認識，就係美國式嘅 rap 嘅音樂。咁啲 rap 音樂咧，其實就喺70年代開始咧，喺美國咧就係成為其中黑人嘅主流嘅。而呢一位嘅女歌手其實係好年輕嘅啫，咁咧大約係20歲多啲啦。而且佢係啱啱喺呢一年嘅格林美音樂獎咧，就攞咗最佳 rap album 嘅大碟嘅。咁呢一張咧就係佢攞到最佳 rap album嘅大碟。呢位歌手就叫做 Doechii。Doechii 咧就喺美國 Florida 出生嘅。咁而且佢走嘅路線咧，其實係走 rap，但係咧佢用一個好正面嘅態度去講佢嘅故事，而且個封面好特別，你會見到咧有一隻嘅白色鱷魚，佢抱住喺個手上邊嘅。大碟個名咧就叫做 Alligator Bites Never Heal， 即係話俾鱷魚咬到之後，你永遠都醫唔好。但係咧，其實如果聽咗呢隻碟之後，你會感覺咧，佢其實有啲幽默感喺裏邊嘅，而且個封面咧，大家有啲似曾相識，就因為前面啲 Ripperton 其中一張唱片嘅封面嘅。咁嗰個封面咧，呢隻就唔係鱷魚啦，係一隻獅子嚟嘅，所以咧佢應該係受到 Minnie Riperton 嘅影響好大。而裏邊好多嘅歌曲咧，其實咧係做得好正面同埋好有嗰個 hip hop 加 rap 嘅效果。而我推薦一首歌，好值得大家去聽咧，就係 Skip。Skip 嗰個風格咧，好似一位紐約嘅 rapper， 佢就叫做 Laurie Anderson。咁佢當年有一首歌叫 Old Superman 咧，係做得好有個性同埋好有嗰個説唱效果。所以 Doechii 咧，其實呢個風格係秉承咗 Laurie Anderson 嘅風格，而玩得出咧好有自己嘅味道。所以佢攞咗 Best 嘅最佳嘅 rap album 大碟咧，係絕對實至名歸，都係我呢個月嘅 Album of the Month。